現今987出了個簽人數22第6節樣講到，900了個年輕人就叫個老本嘅，但係呢，因為這兩年輕人需要自家做大人，做叫個老人來900了個路途本嘅行，為了乜嘅呢？為了佢唔會行錯路，了個聖經都講，為了佢日後唔會行錯嘅路。嗱，我嘅聖經引用人講出嚟嘅詩篇119第9節，用嘛計那一個年輕人從一個生命中一個生活中有強啦，用咪用呢一個上帝嘅話語嚟照顧佢，為了佢有強一個生活，都係要上帝嘅話語嚟帶佢行。嗱，詩篇119第10節咁樣講到，一條心嚟尋上帝，唔好本佢查走對於咧上帝嘅命令，所以即刻做上帝嘅兒女，即刻做大人咋，即刻嚟900即刻嘅子女，當佢係年輕之時，900佢做上帝嘅路嚟行，因為上帝嘅命令，上帝嘅話語有保護。一個生命中有保護，一個路途喺前面嘅，阿撒基一條心嚟照顧上帝嘅命令行，一個年輕人日後嘅日下睇，嘅日後達到勝利嘅路，又達到有利息嘅路，因為到從佢後生，從佢寫，即刻要本佢上帝嘅話語，要用上帝嘅話語嚟照顧佢，照顧佢嘅生活，照顧佢嘅路途。照顧佢嘅生命，佢得到上帝嘅恩典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